龙切萨拉腾，梅杜崩拉些，永绿罗萨拉，嘎西巴拉罗。雪融大地，花开高原，和美新年，喜气洋洋。这一切我，那个车跟这主播那么多，你看等着怎么玩理解？呀，看到跟那就也别人别打能吧，天能吧不抗争。别人呢别拉兄接等别，希望努力个老萨些把接的。对那土马俺真的呢，能把错了，老萨啦，扎西铁血。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国的藏族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海内外的藏族同胞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15年藏历牧羊新年的大年初一，在这个喜气洋洋、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给您拜年了！今么来接，那呢抗美年之空洞，也是个年之空年纪娘的北位，年之中处，永绿罗萨西边出来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康巴卫视、玉树州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电视联欢会和美新年的演出现场，欢迎大家。那今天也是我们传统的春节大年初一，在这里我们给全国各族兄弟姐妹、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致以新春的问候，祝你们春节快乐！感谢您嘞，过年好！对。今天搭配个刚之前呢，勇敢路跟把这照片，对动咋敢拆上成为你们的啦？俺真的呢，这一边律动，点这边下中中呢，用路落了什么些？桑年袅袅辞旧岁，又是一年春来到。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步伐，我们从骏马奔驰的2014年跨入了2015年。此时此刻，我们如约与您相会在这里，共度幸福藏历新年。这是松都嘎波刚拉塞尔，这是东嘎一切的苏家州，这是南罗萨巴现的气。海螺深深送祝福，欢乐祥和汇高原。扬鞭奋蹄的声音还在我们耳边回荡，我们又将疾驰在2015年的追梦途中。此时此地，我们与您相聚一堂，共庆欢乐祥和的日子。哎，那这里个中处图跟这公某某些拍拍，同嘛俺真的呢，钱囊巴啦，你讨把呢，俺是这样。这是的嘞。亲爱的朋友们，光临我们今天联欢会现场的领导和嘉宾有四川省委常委、农工委主任、民工委副主任李昌平，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东升，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罗布江村，四川省老领导杨林多吉、刘子寿，欢迎大家。还有四川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省司法厅、省林业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四川广播电视台、新华文宣集团等部门的领导和嘉宾，欢迎大家。今天，青海省玉树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的领导以及玉树州的先进模范代表也从玉树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那么这陪伴嘎斯克。同时，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联欢的还有在蓉工作的藏族同胞以及其他的朋友，欢迎你们，大家过年好！欢迎。哎，那这里呢，俺做白日不打闹，谢谢娘长节，这西边年末起来了。俺这个中村的中根国家各把东九把节呢，亚克群众20东就要变，咱们也这说说那就要变，白日不打用了，那么多啥变，这西问的些。朋友们，今天是我们阖家团聚、互送祝福的特别日子。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中兴9号、中兴6B同时向国内外传送电视信号。我们会把和美新年的祝福送给世界各地的每一位藏族同胞，祝你们的生活幸福和美。这主播呢吧，对嘛在这个中村的那些呢，中央年之空个嘉兴成浪东，中央某某跟桥龙之连区个别个跟成浪。
四川嘉兴成龙东，有些个年之空送你东京边，能把走路傻逼弄了，各组电堂东，电信拍摄左边，扎西面对个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频率、四川电视台国际频道以及玉树州电视台也将播出我们今天的联欢。让我们把和美新年的每一份祝福送给身边的亲人，愿你们每一天都过得美好美满。爷爷，多村的康本年产者新手榨菜的，王晨书点你东爷爷比罗萨不干了。连你地上三把不能蒙塞弄了，你罗萨拉扎西点的西瓦东，恰记得罗萨不弄你，结交萨瓦隆着东，各走点东，咋从广藏用啊扎西面的用西瓦耶。今天我们还将通过康巴卫视的官方网站同步的播出联欢，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把和美新年的祝福送给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位劳动者，祝你们羊年吉祥，幸福如意。我替用绿罗萨给中中的啦，也是可当一当，也是可某某师兄给家修修全部弄学会，我真的呢，你讨把呢。突击去小演。我们今天的电视联欢会得到了中共玉树州委、玉树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杜局姐，老卡西里了，东中用东也是交空个土狗我，能把傻逼有些些，公众阿米蹦的和巧金用点了。有些为中，有些可以当可思想搞不着我，都咋记着节，马上电视间错啊，真是也。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心帮助下，一个崭新的玉树重新傲然屹立在雪域高原。玉树各族人民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正在齐心协力，努力建设自己的美好新家园。爷爷。别人按错都娘的，有些客家某某本错上老几种，别让上决定不什么那个，扎西罗山的吃了手啊，俺对扒了说爷爷。是的，今天在玉树市的八一孤儿学校还有一个特殊的迎新联欢活动正在进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中国人吧。罗萨几把接的，他这人扎西不你妈，第二个你们的了，你妈要不说，我们能不是要不干的啊，这么蒙不这个，像今天打我当个，但是扎着真的这个打，再打一抓，下班了，那边来吃水饺哦。为我替中村特别为国家东的呢，原先可大洲罗的罗马囊级别为，米萨就协工的来用东农学习，罗马囊级嘎嘎做这个人中的，这里南路三边来些什么就行啊，我们干么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联欢会期间呢，也将会去关注八一孤儿学校这场独特的欢聚，我们将把他们的欢乐和喜悦带给大家。人主不能吧？罗萨呢没动这些，跟着老板讲；罗萨呢没动这些，跟着铺上着。但是的罗萨呢却动这些，另一着地知道。每一年我们迎接新年的方式和心情都没有改变。新年是火，把冬天融化；新年是歌，把梦想盛开；新年是水，把过去洗涤。爷爷。东中恰进什么建筑帮着，厕所烟，那恰求我拿上3个节目一些的。下生给干么？我们那洛阳中我们卡车谁？谁跳我跳卡车上跳了08炸的些。这水啊，是生发万物的生命之源。伴着漫天的星光，抢头水的姑娘们争先地涌向了河边，这就是新年的
第一声祝福，请欣赏《水之歌》。
这不能吧？总省长公节是俺经济带了些多能些，总省长公节侬这就先接了财数能。爹的俺觉得呢，能老傻逼这一边面积东部的，总省长公节有没有变大超人不就赢？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就让我们用着琼浆玉液沐浴心灵，洗涤生命，祈福生命。从高山倾泻而下的河流，流过山川草原、森林湖泊，这水养育了高原人，也滋润着整个中华大地。新的一年到来了，就让我们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家乡的神山圣水，送给故乡三江源。有请来自玉树的歌手杨金兰泽带来歌曲《故乡三江源》。呀，那么这个是喽。扎西呀啦隆巴帕，你扎西呀啦隆巴帕，你哎马拉西呼，哎马来西呼，拉扎克。主播能把跟着能把 demo。下呢，切动家完的，俺也利用也西不利用的，切能把了不进，走嘛，罗三扎西的嘞。
这不连接，杨金汉子俺做长满了，现在这了样当，这是bin婚的就完了，头节期在哪在哪里？呀，头节期，朋友们。白马藏族的咒舞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那么在重要的节日期间呢，他们载歌载舞、祭祀祈祷、祝福吉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感受来自九寨天堂的新年祝福。主不能吧？囊龙傻逼侬，俺自己热话切些呢。没了拿茶没法动，有了改卡没法，咱们也得用啊，得先攀上做把电影。从过去到现在，每到新年里，我们总是祈求风调雨顺，期盼父母平安健康，期望来年能有个好收成。人，你了这边恭敬把这，那你大地把的恭敬托供那hindu跟做完了做这个，头啦罗来当，有人拍卡用的，得些点别给扎到，年纪点别了给这，拍着拉拢跟的着。千百年来，高原人民农耕牧守，将希望寄托在这山水之间。丰收的日子来了，小伙们在山这边唱着，姑娘们在河那边笑着。由玉树州歌舞团表演的歌舞《秋之韵》，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并请欣赏由尼玛次人、仲白和来自迪庆的央金拉姆桑布扎组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
啊。
加卡拉的木大着。穷穷们都着那个，罗穷穷们都着那些，对卡的谁家街头的，把咱的把一件件的，没求我路呀地位呢，把罗就干是谁谁着，哦呀都是拉一心卡的。谁别怕爷爷，罗穷穷们都着那个，罗穷穷们都着那些，对俺的他罗罗嗦配，怕我咋瞧了吉他的。面多个大西皮上茶，那老就干是谁谁着，哦呀，多些来心看嘞，错用些些别怕爷爷。面多个大西皮上茶，那老就干是谁谁着，哦呀，多些来心看嘞，错用些些别怕爷爷。谁谁别怕爷爷。
用家有。我通过这了西巴有，做春干用的加巴有。这了木扎了西巴有。我把这用的加巴有。全中国这了西巴有。哪是你用的加巴有？有家中这了西巴有。把我用了加巴有。纪念颂。Oh yeah yea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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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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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人家怎么米兰康体一人马，有老兵军3比1人马。北美西中的两极比多么来，那一面前等着才是马。喜欢就给我比卡松了，那就弄去挖老眼睛有天色。上桌，哈萨。看吧，这西秀。这呀，跟着主播那把走。康不撒家呢，我撒些我撒恰些言行，用阔我撒恰些的。也有，多看用个那哇，有些人把个撒恰的了，人呢碰上出现。昨天可拿来用，昨他碰上出现，罗局也人不中出的，别到个车里，康上出去了嘛，都得送球朋个推荐到上了店里上我，甚至叫那球着呢，
大大家看人不个，日美人内需要眼前，大大装的了装那三角老爷们，莫出个西巴达那装的罗列擦街上那罗这个金银八戒堂前写着些。古往今来呀，康巴大帝总是向世人展示着他的神奇和魅力。玉树的卓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新寨卓舞，它的动作可谓是相当的潇洒，气势磅礴，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来欣赏新寨曲卓。
地方基地东大，也许就中茶用的，口袋了通过隔壁个修筑中茶东，后面了高皮跟长在这个大的这个切切的些，这个实际中的大用的我们在这边的话，热了，大热了。热大我们等着是的，这里俺这个也许跟你别别个，蒙这个中华版的这个，这个中秋头了，等这个南阳这边个甚至中茶版了，用这俺简单的，你他把你突击切个零一。突击切，谢谢玉树州的老百姓们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带到了我们的联欢现场，让我们用掌声的形式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好不好？这突击切，这大这里在嘛在俺这原先的别别个主播记中，加开人别个大入面人呢学校。我到其中靠这个产业地那切切点别个拉人的走，如果做了本呢，如果做了老是一个电这些话都差不多的，毛电视经做完了，对了不就的？亲爱的朋友们，玉树的山歌可以说是别具一格。那接下来即将登上我们舞台的来自玉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带来的这组山歌可以说是处处洋溢着幸福和欢乐。话不多说，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
人工拖拉的马的日家去拉的鱼，下扎嘎拉的马的苏马多拉的鱼。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洁白的月亮，飘着蔚蓝的梦，思念的人们从梦里走过来，与我一起倾听那首歌吗？朱红的墙外，回荡着流浪情歌，法国的街风吹动着马吉阿米，鲜花般脸庞照在我心窗。爱的苍凉交错的情歌，就像时光它们走爱的序，望着月亮升起的山顶，真情的天堂永远不会枯黄。洁白的月亮，飘着蔚蓝的梦，思念的人们从梦里走过来，与我一起倾听那首歌吗？朱红的墙外，回荡着流浪情歌，法国的街风吹动着马吉阿米，鲜花般脸庞照在我心窗。爱的苍凉交错的情歌，就像时光它们走爱的序，望着月亮升起的山顶，真情的天堂永远不会枯黄。爱的苍凉交错的情歌，就像时光它们走爱的序，望着月亮升起的山顶，真情的天堂永远不会枯黄。真情的天堂永远不会枯黄。也许你偏偏来帮车人家做到，得给你偏偏来忙家用去年你今年的偏偏咋见的那些呢？我做大大农路是下雪季啥东，小东我们只选的是一个爬越咋东黑松啊，大卫个农是弟兄，能把你突击去。谢谢。天赐高原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心里面总挂念着自己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亲人。在新年的钟声里，就让我们再一次把祝福送给我们美丽的家乡以及那里可爱的人们。有请江洋卓玛带来歌曲《达步深深》。呀，能把这个是可罗。他
修，卡哇妈妈巴修，阿育罗巴特拉尼修，卡哇妈妈巴修，阿育罗巴特拉尼修。呀，修这多拉尼耶玛，拉姆拉卡拉尼呀索，拉语隆巴真索，呀维呀多加拉尼索。so gawi ya do ya la ni so多位康生就贝里本大能吧，罗萨扎西得来用到小娃郎这用蛮浪好，我的利用你妈得一弄的，所以了很不阿姨，只能把罗萨扎西得来。
不为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那一瞬，我已飞，哦飞成仙，不为来世，只为有你，洗了平安。那一瞬，我已飞，不为来世，只为有候你。那一日，闭目在经典香雾中，蓦然听见是你诵经中的真言，那一言摇动啊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亲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啊，转水转佛塔，不为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那一瞬，我已飞，哦飞成仙，不为来世，只为有你，洗了平安。那一瞬，我已飞，不为来世，只为有候你。马来的，但那呢，抗病年吃空洞，也是可年吃空年纪，养的百位，年吃中途，用绿罗萨西边出大的。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康妈卫视、玉树州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电视联欢会和美新年的演出现场，欢迎您。哎，前面了，那边呢，俺种春秋咖啡呢，康妈给了那边，给啥家比中蒙不些吧，过点用。这样我呢，俺在那草马兰的那个包场路啊。对的，
龙我东个逻辑也被给他家别个中的人呐，啊，这里从人多为康子啦，参加多家的这边人家早起去嘛嘛在，中华美的这越南那边人家早起行动，咱们里个年奥三步，既可能要把的嘞。那这不那么，他们的那伢子来今年那用我把那边把一个给他家别都接了今年呢，在那里。朋友们。还记得小时候围坐在火炉边听长辈讲起格萨尔的故事，千年奔涌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流传至今，成为高原口口相传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绝无仅有的英雄史诗，成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史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格萨尔，在耳熟能详的吟唱中，在赛马称王的传说故事中，去感受英雄精神在高原的流传。哦，二姐让我去家扎起桥，gar起把鸡满江桥，他进山搬着把藤桥，他忙一节那个个，姐那时候得着得问，头我去进去生气家问，去把他我那扎起把这家姐。他这样那些当过一个万个家人，人民参加空的，个当过中的，都说当过香港、台南省，当过隔壁土生，当比不多个人，这当过说呢，有不个搞他那，都说当不个得了的呢，基本劳动全部中国比个搞得发。他基本上把这空的，应该把他们让都别家人空个，说吧，那时候这个有完的呢，也家那家人干家里的，家里干家多米里的，多的那嘛呢，一度里的嘛呢，一度谁米里的，几家那发的，不然里的，有家那那不不然里的。他家我看个说吧，那时候这个有完的呢，一笔万个家人人民参加空的，跟你把的超过比个推荐推的，他一个沙头门上都别，他家我给他长到多节的，都他妈一个也是那跟你把的超过比个推荐的，木过当个家己都要去养的集体，如果讲的集体木过当个家己都买去买的集体，就我讲的发的木过当个家己，这边那边个东西。他家我给他长到东，我把他人家讲的讲，出别个搞他那基本上把钱，满国每个帮他你，这都也去个伢子，有不个搞。他一个沙头门上都被一个万个家人人民参加空的，什么也啥也什么都，这是不日本，多少对我们日本丢啥？他什么也个做嘛的，去年送阿去也个德国的家人，这是不日本，强尼怕对我们日本，他玩到呢，马文日本，家己去什么个伢子，有不个搞。但都是讲过一万多节的，送给别人人多节的你装的。但多把个三千九几天，家的十个十个节日的，现在生产中每个九个沙头，不每个搞他那。大就几天我呢用呢，不叫了东西我呢骗呢，他们设备功能，对那个得不起嘛，就个不着不三千，看上用个节日没得起嘛，这个伢弄。他基本开始长大的些呢，有不个搞他那，一个万个节日，人民参加过来，我呢到底手动着吧，手动嘛就包了，人民到底别嘛。我这边嘛，南边知道吧？今年到底pompom知道吧？pompom东吧，西边知道吧？你年到底吃干知道吧？今年吃干台湾南边知道吧？没破自己集体，他而且设备个功能，他那都节我开始长大过来，光看用个节我些那俺说玩的哦。哦，真的冷气开始这边通着看着这他，可人冷个把他上交通吧，有对他把我同学对差不多像三个，可这个呢，单独这个中国配个有头的啦，像呢。下来马家旁那个人过的了，送别个都说的了，扎些别个拉送就上的，现在他送到不研究研究的，送到不安好那么就的，把嘛年个这个看他呢，送上去的，我们那一个先看他了，送上去的。打了年上了，打了也嘛，可别送上去别个都说的了，打了看把别的人嘛了，不用这把大包送上去的，但年咱们了，偏头要不也送的，就点咱们生钱弄着，让他看着也看小米日记了，偏的。破对了，这家伙做节的，他那节的，他那些包活的撒家了，偏的活的，可家伙做节的，人家对呢，他那撒他们讲个撒家了，偏的讲个撒他们家伙做节的，送上弟弟，他他那行车忙了，送的忙个行车家伙做节的，没个弟弟，他那到时一个撒家了，偏的到时诺起家伙做节的，我给老的他，那我这了这个是的，这个大班大了家的。哦，那用这些鱼肉汤，到时候弄吃东西吧，这些的他们那个撒家了，老板那不。哦，今天他们那个啥家伙就带到马呀，带要了说话，带家伙有了说把安达多，马给容了说话，我这容了说话安达多，马没马了说话的，叫那了说话安达多。他这一三月等都做就用一嘛个七啥多就金龙龙，快速找啥多就新龙龙，叫个有啥多就马等出那个普通多就等了。但他大同全部做就啥，大马些爸爸种着大，来朝时间我弄着大。
他说有这有这，看侬用有对着牛，给上侬长的做就对，有啥开的？他啥嘛也有的就啥讲的了，大同长木做就对了，大忙些爸爸用的做就对了。他个同干部做就对，说跑的出来穷他们公家总统我穷他大，弄了干了么公没都白没干了的，东牛龙子是那个带跑，带弄的甚至康上送路家给带等的。甚至侬长得带，打了工作那个了说呢，大娃自己娘都顶被我呢要，带不能打时候就侬吃东西，这吃东西把茶拉面都了过的，然后我也把它不能弄就或者过呢就被搞的，这位全部跟把茶不了，也把送过去，侬的那有年么从那没领导讲呢，叫我容不起你去，搞的你不能的，让我顶住就打了中呢上大路。阿拉阿拉呀阿拉嘞，达拉拉摩个呀达拉嘞，得让拉些个呀不来的拉马尔耶个呀别马前做完的做个呀都一直三的三个呀马西那满卡啷个呀三千年啷啥东个呀。公梦塞俺的俺我个呀马西那在的中巴个呀就是的马没阿拉个呀大的塞。他的人马不长的人，个好的的家里不没的，天他的对三几岁呀。这种的他啷个么的，个不怎么啷个加入的呀？几百的朋友这的呀，啷个呀啷我嘛去那个加入的啷个点着些，啥干嘛因的没呀？他人个林巴点着自己个大子的萝卜恰东的。大用的大王国上东，农用的阿阳咱把那个龙用的光从不同，西用的嘎瓦洋交通，中用的个不加交通，广中用的唱歌跟俺唱，西用的朋友上土八东。就用的咱干咱那说个带人等的人用拉从。用光的农用那个家了，用苦的农多帮谁帮个，用的是农来操谁操，用脚的农样那个咱把修，用的给啥家不打个。用的个用着没把修，个这家的也得得把修，干喽喽用的个用起没把修呀。这我个人的人把小，这样的个娘前面把小，干到路家走个人的几把小呀。咱们个有个干的的，咱们这个几为啥些小？干到路这个几为啥些小呀？
扎西尼曼的，等下请从把个波索，把你请格拉建筑所，无论家怎那人请所，把这哈你到么波索，破等中个波索，诺的周围定所，身穷他列为个所，人个不乌空公那天，别有那地基地把手，各所属人物来家喽，来家喽，来家喽。这呀，跟着主播那把走，等到弄个机器你妈容下，申请挪不站的呢，托供别们个容许宣布的了。班中特别定性落定几万面把也让没播出个，刚俺吃到你们呢，我查日真把我别看我今个写的东罗句在上。朋友们。故事里的格萨尔其实是高原人的真实写照，坚强、勇敢、宽容。我们的祖先在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谱写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对敌人按出攻入大我自己东扎通大我罗家这个帮中特别叫国强的激情当把囊了，一点想不懂。从大面把托供别们个容许那么些给拉亲家都那些了，你我个中秋讲着。此刻，我们以雪山草原最传统的英雄武士五锅瓦去歌颂他们，用高原的史诗胸怀祝福伟大的时代。
几当局，求人不占用。咋当个切金在金，别动在不过月，别动在不过月。江月，知名的卡达江月。